香港，心臟病係最常見嘅致命疾病之一，而當中因為患上冠心病而致死嘅患者佔咗總死亡率近60%。一旦病發，情況可以好危急，所以治療嘅方案必須要迅速、高效率同埋準確。先進嘅儀器可以令心臟介入手術過程更加準確，縮短手術時間，提升效率之餘，病人嘅安全更加會大大提升。呢部心導管 X 光機配備最新先進嘅雙頭造影技術，血管嘅造影可以多角度旋轉，心臟血管分佈影像更加立體清晰。配合心臟超聲波同埋血管入邊嘅光纖儀器，可以幫到醫生更快更準確咁樣完成手術。而且呢個最新系統嘅 X 光劑量好低，對病人嘅安全更加會大大提升。近年醫學界亦引入咗最新嘅冠狀動脈衝擊波儀器同埋技術。呢種冠狀動脈衝擊波嘅儀器同埋技術，透過呢一個球囊，可以將衝擊波嘅能量局部咁發放出嚟，然後可以將鈣化嘅斑塊去擊散。另外，醫生會透過高速旋磨鑽嘅技術去處理一啲鈣化嘅斑塊。高速旋磨鑽佢配備咗一個鑽石頭，以18萬轉嘅高速將鈣化嘅斑塊擊散。為咗向病人提供全方位嘅心臟檢查同埋治療，醫院引入咗嶄新嘅技術同埋先進嘅儀器，配合跨專業團隊嘅合作模式，制定咗多項一站式嘅護理計劃，實踐以病人為本嘅理念。